啱啱生完嘅媽媽咧，餵完人奶或者係抱完 BB 都建議佢做呢幾個動作嘅。第一就係攞個 dumbbell 喺背脊後邊，左手比右手，右手比左手，永遠都係上面比下邊嘅。接咗之後咧就轉手，左右手咧可以各做10次 ，total 20次。第二個手踭同膊頭成日直線，成一個 T shape， 曲推直，曲推直 ，keep 住沉肩，肋骨推返後，收住個肚腩，可以跟住自己嘅狀態做10至15下一 set。第三個可以攞一個 dumbbell 或者2個 dumbbell 合埋，曲手踭喺耳仔隔離，手踭唔喐嘅，曲手推直，曲手推直，淨係喐你嘅 forearms 嘅啫。咁可以因應自己嘅情況做10至15下一 set。第四個呢，微微屈前，曲少少膝頭哥，然後夾實你嘅肩胛骨，將你嘅手向兩邊打開，唔需要飛到好高嘅 ，feel 到自己夾實個肩胛骨，然後推高就夠啦。依然係做10至15下，每日都做2至3 set 就一定會冚杯啦。